哈利路亚！感谢主哦，甲边人讲真欢喜看到你，欢喜看到你。咱吟圣诗344首。 祈祷的时一时就好。听，互咱三角做一块，咱做伙三角来敬拜，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吼。听，互咱组织做一块，咱做来三角敬拜来，三起哩。互咱组织做一块，听，互咱组织做一块，上帝的听，互咱大家正做一天，听，互咱组织做一块，咱大家一声，互咱大声大声唱，帮助的听对咱开始，大家手牵手，互全世界同在，听，互咱组织做一块，听，咱组织做一块。
将咱家己献伫主的面前，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，求上帝来使用咱，求上帝感纳咱今仔日伫教会所献的祭，咱求上帝欢喜感纳咱的心，让咱的心常常来亲近咱的主，亲像鹿较无水一样。特别主啊，要恳求你使用帮助阮，使用阮每一位兄弟姊妹，愿你将阮的本心来带到主你的面前，阮将阮的烦恼、将阮的忧情、将阮所恶担当的事，来放伫主你的面前，求主你来替阮担当。主我嘛要献阮的一生予主你的使用，求主你来使用阮的专业，使用阮的智慧，使用阮的才调，使用阮的气力。主啊，这一切拢是你所想事，我们回应，互你回应主你的听。主啊，恳求你。特别主，我恳求你来感纳我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，
互阮今仔日会敬拜，明主你的欢喜，互主你的性命得到荣耀。主啊，恳求你，互阮的教会得到兴起，得到兴旺。主啊，互阮的教会得到上帝你大大的开来甲赏赐。主啊，阮的教会是满有恩惠、满有恩典，互阮每一个人嘛用感谢的心，伫主你的面前来献欢喜的祭。主啊，献上阮的祈祷，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。上帝啊，你的慈爱怎样遐宝贝啊？世间人立伫你实果的知音下，因要因为你的厝的好物来得到帮助。你也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，因为活命的源头伫你遐，伫你的光，我要看见光。列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请来这时三甲同心来吟诗来学乐咱的天父上帝。请咱来吟圣诗344首，圣诗344首，救主耶稣，愿你来听。大家起立来吟全首。我
请咱同心三甲来祈祷，请阮的救主耶稣基督，阮的大牧者，阮的大君王，阮欢喜伫你的施恩的宝座前来吟诗，来学了你。你意爱阮来就近你，你意爱阮来祈求你，你也意爱阮常常喜乐，不住祈祷，凡事感谢。主，我要感谢你，感谢你无穷无尽十字架的救赎的恩情。阮感谢你，诚做阮一生上大的瓦靠。感谢你，日日赏赐平安、稳定甲福气予阮。阮感谢你，伫阮生命的每一个阶段，拢保护、照顾、引带阮，予阮无得到孤单，也阮知深信你要予阮有永远、永远的盼望。主，阮感谢你无煞。主啊，阮知影阮是卑微软弱的人。主啊，阮每日拢有拄着无共款的挑战，总是阮也知影，每日拢有主你的恩典。哦，主啊，阮将阮欠缺拢摆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阮知影你有应允，主你讲，凡啊求的就要得到，找就要拄着，拍门就要甲阮开。主啊，这是主你的应允。主啊，阮要将阮的国家、阮的罗州教会，将阮的家庭，阮的正兄弟姊妹拢交托伫你的手中。主啊，你知影阮的欠缺甲阮的需要。主啊，恳求主你将你丰丰富富的恩典、慈爱来施恩伫正兄弟姊妹当中，也补助阮的欠缺甲需要。主啊，阮每一日拢需要你的同在。主啊，阮每一日都需要倚靠你。主啊，恳求主你来帮助阮，当警醒来祈祷，为着你的国甲你的义来祈祷。主啊，恳求主你帮助，互阮坚定的信心来跟缀你，来倚靠你，来服侍你。主啊，阮将阮这全世界目前的战争的这事件也交托伫你。主啊，恳求主你也赏赐和平伫这个全世界。主啊，阮同心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子名来求，阿门。请咱即时三甲来启应，启应文51，启应文51，伫信息后壁1023页，1093，也就是耶利米书17章，我来启请兄弟姊妹来引。上主安尼讲：我靠人，我靠为死的人的溃烂。因踮伫旷野打扫的所在，因为亲像风暴未大丛的树，总是信靠上主，专心倚靠伊的。伊亲像树栽伫水边，炎热到也无惊。抗旱的年拢无看路。阿免。这是请圣歌队来献诗。圣歌队今日要献的诗是《重心予我》，
将心予我。听来这是三角起日，三角起日，咱要用主祷文来祈祷，来请。愿天父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遮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去，又使阮脱离迄个歹个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，阿免，请坐。来，请咱即是来享受上帝的话。今日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，有3处拢记载伫新约。第一处是马太福音书第18章，马太福音书18章第19节。圣经的22页吼，我来读。我搁甲恁讲，说使恁中间2人伫地里，无论求什么，若是当信，我就伫天里的爸要甲因做成。第2处的圣经是伫约翰福音书，约翰福音书第15章第7节。约翰福音书15章第7节。圣经的125页。恁若踮伫我，
我的话踮伫恁，凡那所爱的，恁着求，就要甲恁成。第三处的圣经，同款伫新约腓立比书第4章，腓立比书第4章第6节，圣经的228页，228页。一切无得挂虑，独万事着用祈祷、恳求甲感谢，将恁所求的摆咧伫上帝以上。这是咱要请咱敬听的怡娟牧师来讲道。咱敬听怡娟牧师今仔日所要讲道的题目是祈祷的时阵，祈祷的时阵。你们遐里在大家平安，感谢上帝组织咱伫上帝的家，也就是圣殿伫遮咱做伙来敬拜俄罗福西。真侪基督徒会讲，我袂晓祈祷。你感觉祈祷是真简单的事，还是真困难的事？咱求主帮助咱，互咱诚侪上帝的囝子，咱意爱甲上帝讲话，祈祷。就是甲上帝讲话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诚做你的囝子，阮意爱甲你来讲话，也意爱甲你来交陪。主，互阮的心，互你。主，你单单爱阮的是阮的心，互阮搁一摆来到伫你的面前，全部来听听上帝你的真理，也愿意安尼来行。互阮搁一摆伫祈祷的时，阮的心就甲魔鬼脱离。每一摆阮祈祷的时，阮就甲主你拿亲近。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伫牧会经验内面，真侪兄弟姊妹拢要邀请伊祈祷的时阵，就讲我袂晓祈祷啦，吼。相信真侪人伫即个过程嘛有安尼感受到，伫每一次的聚会，真侪人就真会紧张讲敢会爱雄雄叫我来祈祷。对伫祈祷，人拢有一个软弱甲误解，真侪人会感觉讲是毋是有代志、有需要、有困难，咱才来祈祷。嘛有一个问号伫咱的心内讲祈祷敢有效？或者是讲我袂晓祈祷，或者是讲我拢爱先准备，我才要也才会也才敢祈祷出来，才会晓才敢才愿意。所以有的人会讲要祈祷之前要先甲我讲哦，通雄雄叫我祈祷。嘛，检查有人会感觉讲反正上帝都知道我在想什么，安尼我就毋免祈祷，我就毋免讲出来，反正上帝拢知。到底什么是祈祷？祈祷是咱基督徒伫咱的灵性的生命内面、属灵的生命内面，好亲像是咱人真自然会当呼吸。所以祷告是一个属灵的呼吸，讲起来应该是自然、容易的，就亲像咱的呼吸，咱的呼吸足自然，也感觉真简单，除非咱有遮的身躯顶面的塌盖出了问题。有一位神学家安尼诠释祷告，伊讲祷告就是跟上帝在一起。有时阵咱可能毋免真侪语言，毋免讲真侪话，有时咱甲咱的好朋友做伙，检查真久无见面，总是等咱见面，咱感觉讲我们打开了话匣子，因为平常咱甲伊有一个保持迄种的关系，检查是透过咱的赖顶顶。才会分享咱的生活、咱的感受。祈祷或许真侪人会感觉讲，就是爱用讲的我必须要有很多词汇我爱知影真侪话语，
会晓讲真侪话，会晓讲真水的话，才会当甲上帝沟通。其实有时咱的吟诗唱歌，咱嘛是一个祈祷的。咱敢会记得，他对咱第一首圣诗是唱什么歌？圣诗第几首？344首，一开始的吟诗。当然，伫一开始，佫有咱的敬拜而乐。奥古斯丁讲，唱诗等于加倍的祷告。有时检采，咱讲袂出啥物种的话，总是咱有一首歌伫咱的心内，一首圣诗存伫咱的心内，咱随时拢会当吟。好亲像即首，咱拢真意爱，也真吟了真熟的，咱做伙来吟。求主耶稣愿你来听，困求的声，你大是阮靠你尊名，深深地卡正，求主求主，愿你听我求，我有欠过你大仆，困求你相思，我伫求主面前反悔，吐开我有悔，甲我洗清拄去我罪，主你的靠位，求主求主，愿你听我求，我有欠过你大仆，困求你相思。当咱看这个歌词的时阵，无歌谱，咱嘛无看信息，为什么咱会当吟出来？嘛无伴奏，这就是吟诗的困难。咱全体有一首属伫咱，会当伫主的面前来敬拜、来学乐、来祈祷，随时毋免讲一定要有钢琴，咱就会当集体吟出来的歌。这就是代表咱的声音。这首歌真做咱的祈祷。救主，救主，耶稣愿你来听我求。今仔日经文甲咱讲，咱爱同心来求，咱爱伫主的内面来求，咱爱一概无伫看路摆列咱的所求。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，我有欠亏，你是大富有的神，我需要你来加添我困难。有一句话安尼讲。伫祈祷的时阵，在祷告的时候，人上升到天上与上帝同在；伫咱读圣经的时阵，上帝降下来与人同住同在。所以当咱祈祷的时阵，咱的心灵会当提升到伫好亲像伫天顶甲上帝做伙，是一个属灵的境界。当咱读上帝话语的时阵，好亲像上帝道成肉体，伊的生命，甲咱同在，伫咧启发咱，伫咧启示咱。基督徒这个名，毋是干那一个称号，不是一个称号，伊是一个身份，是一个甲上帝有建立着真实生命关系的一个身份。透过读圣经，透过祈祷，透过参加聚会，咱伫咧建立咱这个身份，来活出这个身份真实的意义。所以，真做基督徒，毋是干那一个名号，毋是讲反正我有洗礼，我就真做基督徒。基督徒是一世人，咱所着学习，要怎样来跟对耶稣？要怎样跟对耶稣？你若毋捌耶稣，要怎样来跟对伊？要怎样来认捌耶稣？就是透过读圣经，透过祈祷，透过参加聚会。所以，一个基督徒伊信仰的基本的功夫，咱拢知影讲，
要学一个功夫，需要基本功很重要嘛，吼。各行各业，咱的基本的功夫真重要。所以，一个基督徒，伊的信仰的基本的功夫是什么？就是读圣经、祈祷、操练祈祷、参加聚会。圣经有对咱一个提醒，好，咱做伙来读这个台语的来。拄啊入教的，唔通互伊做监督，行了家己偏颇。来含乐的魔鬼所受的审判。华语是说，初信主的不可做监督，恐怕他骄傲，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。所以拄入教就好清楚，一个人伊的基本功夫还未练好势，要怎样会当来成做一个领导、属灵领导的人？检查伊会因为血气，个用血气咧服侍时阵。恐惊伊的骄傲，来含乐的魔鬼所受的审判。所以，咱讲做一个基督徒，咱的基本功夫爱甲伊练好势，就是透过读圣经、祈祷、参加聚会。所以，咱每一天生活的开始是什么？就是起床，咱就祈祷。祈祷嘛是咱一切咧侍奉的开始。有一句话安尼讲，魔鬼上惊就是人跪伫上帝面前祈祷的姿势。一切侍奉的开始，咱来想，伫咱的礼拜一场的礼拜，毋是安尼真简单的哇，人来啊，就有遮服侍人员，遮侪服侍人员，自当时因就开始伫咧备办啦。所以，无论咱伫倒参与伫倒一种的服侍，真简单的。一个服侍检查是招待、插花，检查是清洁，有时是爱餐的备办的服侍、关怀的服侍、服务的服侍、圣歌队练歌，佮诚做一个书会等等，侪遮的服侍，踏踏地地，咱拢用祈祷来诚做咱的开始。那安尼，咱的心就会当来明白着上帝要爱咱伫即项服侍顶面。怎样来服侍？伫所有的服侍中间，上无简单就是代祷的服侍。代祷就是咱每一日会当持续为着教会、为着属灵的事、为着福音、为着人的需要，伫遐持续不断，献上伫上帝面前的祈祷，这是真无容易的，因为这必须用听。用持续不断来拖住这个服事。戴德生牧师一共透过上帝让人改变的方法，只有祈祷。透过上帝的方式要来改变，就是透过这个祈祷。所以这个祈祷是人领受快乐的来源。祈祷会当带来一个改变，不是检查，不是环境的改变，检查不是别人改变，检查嘛不是你。马上的一个改变，检查嘛，毋是这个代志的结果的改变。上大的改变是什么？就是咱家己的心思意念来得到调整，来得到改变。耶稣当伊要受难，要行各个他这个受死的道路的时阵，那么看到耶稣伊来到伫一个叫做克西马尼园、克西马尼园，伫遐跪落。来求上帝帮助伊，伊的祈祷文真短，咱做伙来读。阿爸、爸啊，你万事拢会，愿你互这个杯离开我，总是毋是照我所爱，是照你所爱。短短这段的祈祷，显明出耶稣伫伊人生顶面，伊嘛真惊吓，要受难。要互人定，要互人插，迄种的痛疼，所以将伊的软弱带到伫上帝面前，坦白甲上帝讲啥物？伊讲主啊，求你互这个杯离开我。苦杯是啥物？苦杯就是伊要受死的这项事。对咱每一个人来讲，咱拢有一个苦杯。检查是咱学担当的事，检查是咱内心。才会
对立对敌的攻击等等，做心内的不安、心内的惊吓、忧虑等等，检测是咱遇到实际，伫咱家庭、生活、病痛、身躯，互咱感觉真艰难的事，这拢是咱的苦杯。咱毋望即个苦杯会当刷开，总是咱看耶稣安那看即个苦杯，伊讲，毋是照我安那所爱，是照上帝你所爱。言下之意就是说，上帝啊，如果会当刷开，你甲刷开；但是你若爱我啉，安尼我啉。所以，伊将代志的结果，将即个代志的主权，拢交伫上帝面前。伊凡事顺服，阿爸爸啊，你万事拢会，愿你互即个杯离开我，总是毋是照我所爱，是照你所爱。所以咱看到伫耶稣的祈祷，事实上袂当来改变上帝救恩的计划，袂当改变上帝要互伊行往十字架即条道路的计划，总是耶稣即个祈祷。会当改变伊家己本身对伫死亡惊吓的心态，所以咱看到即个短短祈祷，实在是真水，实在是表明出连耶稣伊拢有遮的惊吓，总是伊将即个代志的结果顺服伫主的面前。所以对伫祈祷，咱基本上有一个正确的期待甲心态，就是毋是照咱个人所想所爱，咱是照上帝的旨意。意思就是讲，咱交出代志结果的主权，交出主权，顺服，这是祈祷基本的心态。所以，这个心态，咱若抓会牢，就要引带咱伫祈祷的过程中间，或者是伫祈祷了后，咱的心有平安。所以祈祷的态度、思维、期待，咱看到今仔日的经文第一段，安那甲咱讲，咱做伙读来。恁若点伫我，我的话点伫你，凡若所爱的，恁着求，就要甲恁食。第二段安那讲，我阁甲恁讲，设使恁中间两人伫地里，无论求甚物，若是当心。就我伫天里的爸要甲因食。第三段安那讲，一切无得看路，独独万事着用祈祷、恳求甲感谢，将恁所求的摆列伫上帝。所以祈祷的时阵，祷告的时候，咱的心态原则是怎样？第一，咱伫主的内面，就爱点伫主。什么叫做点伫主？就是互主的心思意念，互主的话来充满伫咱的心。当咱的内心有上帝的话，咱才会当明白上帝的计划，咱才会当明白上帝的旨意，然后引带咱往上帝来祈祷。诗人讲：伫上帝的话，我有望。诗篇119篇74节。我仰望你的话，所以伫主就爱点伫主，咱的内心互上帝的话来充满咱。第二，爱求，你们祈求就给什么？就给你们。祈祷不是妄求，不是随便求，不是什么都求，嘛毋是自私自利，为着家己来求。基督徒的祈祷是基于咱知影。咱会当徛伫上帝国一种充满疼、佮宽阔的眼光，来为着教会、为着群体、为着福音来求迄个上大的利益佮好处。第三，咱爱同心，兄弟姊妹，同心合意，教会一定就兴旺。合一毋是讲咱大家拢爱一模一样吼。嘛毋是讲咱袂当有别个无共款的看法，合一是伫无共款的中间，合一是伫问题中间，咱犹顾相信上帝主权的带领，
大家腰骨会当彼此相听，圣神会伫合一的关系中间来做美妙的工。第四，不要跨律，不要挂律，就亲像今仔经文讲，一概无得安那跨律。咱祈祷了后，咱是搁甲代志排伫咱的心上，还是咱感觉祈祷了后，咱的心感觉真轻松？如果咱感觉祈祷了后，咱的心有平安有轻松，就表示咱有甲即个代志该安那交托出去，就表示咱的心有真正仰望上帝。伫即个时阵，咱的心还阁有跨入无？咱的心伫咧想什么？咱的心搁咧摇移什么？咱将这事透过祈祷带来伫主的面前，然后伫祈祷的时阵，马可福音11章甲咱讲，咱爱赦免，爱疗伤。经文安那讲？伊讲，咱做伙读来，既若恁徛伫祈祷的时，想到有人得罪你什么，就着赦免伊，互恁伫天里的爸也赦免恁的过失。圣经安尼讲呢，伫咱祈祷的时阵，详细嘛爱饶恕。华语这样说：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就该饶恕他，好让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所以当咱祈祷的时阵，咱详细放下咱的武器。伫马太福音第5章24节安尼讲：你在祭坛献祭物的时候，若想起有弟兄对你怀恨，就要把祭物留在坛前，先去跟弟兄和好，然后才来献祭物。这就是马太福音第5章24节。咱来想，咱的心中，咱今仔日来礼拜，拢是咧献祭物哦。咱就是来献祭，献上咱感恩的祭。总是咱心中，敢阁有想起有兄弟得罪你的，有兄弟姊妹得罪你的，或者是你有得罪别人的。咱甲遮个先伫祈祷的中间来和好，咱先甲祭物放一边，先去跟我们弟兄和好。这是圣经所甲咱教导的。既然恁徛伫祈祷的时，想到有人得罪你什么，就着安那赦免伊。关注帮助咱，互咱伫咱的祈祷的中间，要得到上帝的悦纳，要得到上帝的悦纳，除非咱做到安尼，会当赦免人。所以，咱看到以色列人甲亚玛力人，因咧交战的时阵，摩西、亚伦、互你因伫山顶对无？咱看到摩西徛伫中央边啊，亚伦、互你咧甲伊安那挺手，咧甲挺互悬。经文有讲哦，当因甲手举起来的时阵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总是当因甲手放落来的时阵，亚玛力人就得胜。举手甲垂落去，手垂落去，什么意思？就咧指人的祈祷，勇敢，有迄个坚定，有迄个信心，也是伊因为软正，甲手放落来了。所以咱什么时阵离开了祈祷，就是咱人软弱无力的开始，对敌就得胜。何时离开了祷告，软弱无力就开始了，敌人就得胜了。所以当咱有多多祈祷，咱就有多多困难；少少的祈祷，咱就安那少少的困难。咱若无祈祷就安那就无困难。来，我们读一次，来，多多的祈祷，多多的困难；少少的祈祷，少少的困难；无祈祷就无困难。所以摩西、亚伦、互你这个事件，因举起手就得到困难，以色列人就得胜。这个画面要甲咱讲，
祈祷是一个快乐的源头。咱每一个人伫咱的生活内面，拢会遇到艰难，会拄到代志。真侪事是恶担当，常常咱会犹豫哦，吼，咱嘛会对上帝失去迄个仰望信心。当咱若对上帝失去这个信心仰望的时阵，咱就要靠家己，要靠家己来决定，要靠家己来操作。总是唔通袂记住，何时离开了祷告，就是我们软弱无力的开始，就是敌人得胜的开始。所以伫祈祷的时阵，咱要安怎祈祷？咱安静咱的心，互咱的心放下，然后来调见上帝的面，伫咱的心内面集中咱的心思，来看见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咱来懊恼，来感谢。咱嘛将咱的问题带来伫上帝面前来求问，来找求，来问上帝。上帝唔惊咱问，咱甲问，问了咱交托。真侪事咱无明白，真侪事咱嘛唔知要安怎决定。咱看无啦，咱人若拢看有，咱都唔是人。所以咱来问上帝，咱来交托互伊，然后咱来听。最后上难的是听等待，等候非常的困难。等待一个结果，等待一个答案，这是非常困难的。总是咱伫信仰顶面，咱伫信仰这条道路，要倚靠上帝，就是安尼一步一步伫咧行。问上帝，交托咱的代志。咱来听，咱嘛来听好。特别集中伫教会，咱常常会用咱的目睭伫咧看代志，用咱的耳孔咧听代志，嘛用咱的感觉伫咧感觉代志。总是真侪事，可能毋是用咱的目睭伫咧看，嘛毋是用咱的耳孔伫咧听。咱爱有属灵的智慧来辨别跟查验，好亲像美国神学家尼布尔的一个祈祷文，嘛伫咱的新圣诗573首美调，伫这个所在伫咧讲：主啊，求你赐我平静的心，我会当去接受迄个袂当改变的一切。求你嘛赐我勇气，我会当去改变我所会当改变的。求你嘛互我智慧，我会当分别这两项的无同款。这两项是啥物？就是会当改变甲袂当改变，这两者的差异在哪里？求主帮助咱，互咱透过祈祷，搁一摆将咱家己本身的破口、教会的破口、家庭的破口、咱的生命的破口，会当伫祈祷的中间，互上帝来甲咱抚平。咱做伙来吟这首《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》。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，我要寻求你，我要站在破口之中，在那里我寻求你。每一次我祷告，我要动你的手，祷告做的事，我的手不能做。每一次我祷告，大山被挪移，道路被铺平，使你国归向你。主，我是软弱极无助，你却是我的力量。以你亲切的手引导我，那就是我的得胜。每一次我祷告，我要动你的手，祷告
阵，咱来祈祷，咱大心为着家己来祈祷，为着咱家己的心，会当搁一摆拍开伫上帝面前，甲主建立真实生命的关系，咱来祈祷，互主真正是真做咱生命咧掌管咱的主，互咱真正认这个主真做咱会当交托。会当相信倚靠的主，咱为着咱的心，也为着咱家庭，这艰难，咱所讲不出的吐气，咱伫主的面前来伊来讲，来甲伊求问，来甲伊交托伫伊面前，咱同心开嘴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伫你面前恳求你，主啊，互阮的心搁一摆来主，你来恳求，搁一摆主，你来答我。主，互阮拿亲近你的时候，阮的心愿意主你来告白阮的心。主，互阮的艰难，搁一摆交托伫主你的面前；主，互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来得到这的帮助看顾。主，是的，主，你是阮生命合意的主，互阮搁一摆伫阮的家庭的中间，来将阮的心完全的仰望主。阮感谢了你的名，主，恳求你啊，主，我将阮来先伫你的面前来恳求。主上帝恳求你，互阮伫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阮家己的心愿意搁一摆拍开。主你讲求就要互阮拍开的，就甲阮开门。上帝恳求你，互阮甲主来搁一摆来建立这个美妙水的关系。主是的，主啊，主啊，主，感谢你。咱也为着咱教会祈祷，咱为着咱教会牧师、咱的中级团队、长老、执事，为着咱教会的复兴兴旺伫主的面前，特别咱行过做这150年这时间，求主帮助咱伫150年，毋是一个结束，是一个开始。互咱按照头前所彩标来迈进，咱为着咱的教会兴旺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伫你面前，伫你面前恳求你，互阮搁一摆会当伫牧师的领导、伫长老执事的同心合意的中间，阮看见上帝你的合意，你的快乐伫阮的中间。主恳求你来，主阮恳求你，主是的，主阮将这个艰难下伫主你的面前，恳求你来看顾。主是的，主这一切，主是的，主啊，主啊，阮搁一摆为了教会，因讲伫主你，主是的，主是的，主啊，主啊，万无难成的事，主啊，恳求你来，主是的，主啊。每一次我祷告，我们就摇动神的手。每一次我祷告，我摇动你的手，祷告做的事，我的手不能做。每一次我祷告，旷野开道路，沙漠开江河。教会何以兴旺？每一次我祷告，每一次我祷告，我摇动你的手，祷告做的事，我的手不能做。每一次我祷告，旷野开道路，沙漠开江河。教会何以兴旺？每一次我祷告，我摇动你的手，祷告做的事，我的手不能做。每一次我祷告，旷野开道路，沙漠开江河，教会何以兴旺？主，你是伫旷野开道路的神，你是沙漠开江河的神。主，当阮同心合意伫你的面前，伫主的内面来求，当阮伫你的面前无看路的来求的时阵，
主当阮伫主你的面前，会当了摄人来求的时阵，上帝你的确悦纳阮一切的所求。主恳求你，互阮兴起阮的路州教会，正人的心合一伫你的面前，互主你的名来得到荣耀。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愿上帝听咱的祈祷，这是咱来吟回应的诗，349首，349首祈祷的诗，即时极好，请咱大家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咱备本心来做奉献，请即时来执行。
大家起立来吟奉献的诗。请坐。请来，这是来读今仔日的金句。今仔日的金句记载伫马太福音书第18章第19节。咱家己来读2摆，家己来读2摆，先来。我搁甲恁讲，说说恁中间人人伫天里无论求什么，若是当心，我就伫天里下边要甲恁做成。搁来一摆，我搁甲恁讲。说说恁中间人人伫天里，无论求什么，若是当心，就我伫天里下边要甲因做成。马太福音书第18章第19节。来，真欢喜今仔有新朋友伫咱当中，我来介绍今仔日一位兄弟李启胜。李启胜哈，真欢喜，伊住伫这附近呀，德胜街啊，第一摆来咱罗州教会，欢迎，伫罗州教会附近呀，啊，其他资料是无留吼，啊，欢迎这位李弟兄吼，继续来罗州教会聚会，耶稣听你，啊，请关怀组再来关心一下，啊，我来做教会消息的报告。第一吼，小会有机关吼，就是伫11月7号要举行野外礼拜，野外礼拜是伫冬天的8点15号，8点15分要准备出发啦吼啊！野外礼拜的地点是伫淡江中学甲真理大学，这是真水的所在，这是咱马街博士吼所设立的学校啊，当天就伫遐做野外礼拜啊，嘛有伫遐要参观这真水的校园安尼啊。报名是到今仔日截止，吼，今仔日截止吼，请兄弟姊妹踊跃来报名啦，来参加这真有意义的一个野外礼拜。啊，第二本会信德奖学金已经公布出来哈，大专组是林佳音，还有品仪，国中组是怡恩。国小组是硕荣，等一下君荣、硕哲、有谦、领天、怡恩，啊，定伫29号要颁发奖学金。第三就是10月28日，啊，这是献歌队邀请郑鸿辉牧师来举办的那培灵讲座，主题是聚焦耶稣。有拢总嘛有其他的主题，生命的承担、生命的挑战和生命的邀约，请来踊跃报名吼。那个有准备暗顿吼，伫公布啦，请大家去过目。第4月28暗时有举办敬拜儿乐培训，特别有邀请这个马脚踏合唱团的指挥。老师哈，伫咱当中，这真很用心哈，要来栽培阮遮的敬拜赞美以及圣歌队吼，啊，请同工呢务必要出席参加。那第5，伫后主日联合礼拜哈，这是主日学的主日礼拜啦哈，啊，要请。老师甲同学最近来学习，第6嘛是
共款伫后礼拜联合礼拜要举行教会事工的研讨会，请中级啦各单位的身躯团体拢来踊跃来参加。那第7是婚礼的消息哈，这是文珍跟玉君的公主要定伫11月7日要结婚，这已经订周报几落周，请大家过目啊，请咱兄弟姊妹来甲欢喜的人同欢喜安尼，啊嘛甲哀伤的人同哀伤哦，因为咱的淑珍长老的妈妈。爱丽姐已经蒙主温调，请大家来为淑珍长老妈妈以及家属来代祷，然后求主来保守、来安慰因的家族。定伫11月7号要举行告别式，那。另外是10月份开始吼，华语长个礼拜4改伫10点45。团契消息，请大家注意将恁团契体伫今仔日伫礼拜3要举行10月份的例会。另外注意2个消息是11月19，台语礼拜结束后就要举行那个儿主领导力。乐龄桌游之类的活动，请大家来过目。其他具体代祷的部分就亲像拄则牧师讲道所分享的，祈祷真重要。请大家拨出时间，来为咱教会集体来代祷，不管是出外当兵工作、就学，还是身体欠安的，也是心灵遇到创伤，或者是经济拄到困难，或者是等等很多遗体软弱的人，请大家来关心来代祷。这是咱来吟话辨诗，恳求主引带我脚步402首。402首，咱临时煞请咱的怡娟牧师为咱来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。阿门。请坐。